終於嚟到啦！一個位喺西九龍曾經有1位客人用咗1.6億一次過掃咗24個單位嘅傳奇項目石硤尾站嘅 Belgravia Place， 終於入伙啦！相信咁多位見識廣博一定會知道噶啦，距離翻呢個石硤尾地鐵站只需要幾分鐘路程嘅 Belgravia Place， 一個站咧可以去到個太子九龍塘，2個站咧可以去到旺角，而3個站咧仲可以去埋沙田同埋紅磡添，而4個站咧犀利啦，可以直達翻我哋港島核心嘅灣仔咧同埋尖沙咀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咧輕鬆直達翻呢個理工啦、浸會、城市，再加埋享譽成名嘅中文大學添啊！有個咁強勁嘅交通因素，再加埋九龍中心嘅位置，無論你自己住又好啦，又或者收租都好咧，絕對帶到俾呢個爽爆嘅體驗啊！咁廢話都唔再多講啦，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香港最強發展商之一恒基集團位於石硤尾地鐵站旁邊打造嘅一個旗艦級項目 Belgravia Place， 究竟發生咩事先？機會來了！期待咗咁耐，我哋嘅 Belgravia Place 終於入伙啦！相信熟本嘅你都知道，我哋 Belgravia Place 咧，我哋由開放式得1房、2房、3房全部齊備啊！最唔開心嘅咧就係我哋整個項目咧已經幾乎接近完成噶啦！喺我哋現有嘅時間咧，就淨係得翻少量嘅1房單位可以出售啊！但係一樣令你有驚喜，入門開始睇先。入門口嘅位置咧，恒基相當地貼心喎，已經幫你佈置咗燒鬆卡指紋，再加密碼門鎖噶啦，為你同你嘅愛女生命保駕護航啊！而我哋廚房咧最大好處咧，做咗內嵌式嘅設計啦，所以對於我哋右手邊呢度咧，你絕對估唔到，竟然可以擠出4人嘅小餐桌，完全冇問題啊！而且你會留意翻，我哋3.5米咁高嘅樓底咧，由上至下咧，全部都係儲物量空間嚟嘅。你話佢間小2房嘅廚房都不為過啊！而我哋入邊廚房電器品牌全部都係頂級嘅品牌大集會啊 ！Mila 嘅微波爐啦，西門子嘅雪櫃啦，抽油煙機 ，Miyakachina 嘅爐頭咧，全部設備一應俱全啊！而你最估唔到咧，呢度竟然有張小餐桌喎！如果單身寡人嘅你要食飯又唔想霸咁多地方嘅話，喺度食飯咁係一個選擇嚟嘅。最估唔到咧，就係一個266尺嘅1房單位，由攝影師嘅部分直至落到落地玻璃部分咧，超過4米喎！呢邊都有2.2幾米嘅。如果我哋喺呢邊 set 翻張小梳化，前面擠翻個55寸大電視，完全冇問題。但係精華所在咧，唔係客飯廳啊，喺我哋露台部分出嚟望望。露台方面咧，我哋就做咗3合1嘅大露台啦。最大嘅好處咧，我哋唔好浪費空間啦。喺左手邊咧，亦都幫你設置一個洗衣機喺度。然後早上咧，哇，望住一個綠油油咁高氧嘅環境，再加埋九龍塘東九龍一帶嘅景觀咧，每一日起身喺度作一個新開始咧，超正啊！細心嘅你可能會留意到啦，我哋呢個單位咧冇隔到實心牆嘅，就用咗個趟門設計嘅。有咩好處咧？假如你同你嘅愛女為相親相愛，唔想揾埲牆隔住自己嘅，我哋可以燙盡晒佢，做翻個大開放式單位。入嚟望望先。而我哋入邊咧整體空間，記住我哋266尺啫喎，呢個空間竟然做到7尺幾俾你，做翻4隻床，再加3尺幾衣櫃。但係唔好唔記得，我哋咁高嘅樓底咧，你可以採用翻一啲地台啦，或者垂直空間咧，做翻多少少家私咧，成件事就好用好多啦。過嚟我哋浴室望望先，浴室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一樣都係灰色，再溝呢隻墨綠色咧，成個 pattern 堆咗埋一齊超正啊！而且恒基咧係開正魔術師嚟嘅，喺我哋洗手間坐廁後邊呢個空間咧，冇同你浪費到，一樣做咗層板啦，再做啲大櫃，而且整體個空間咧，哇，真係俾佢用得揼揼合啊，完全冇問題。如果咁